大罢免最后冲刺，民进党的立委总动员，早起分别伫个北上山、甲南上山，甲罢免团体合体来催这个罢免票。当着支持民众的热情发声，也提升罢免团体士气。民进党的立委也来到加油，但杯组林楚英甲柯基莹和罢免王宏伟之间做伙徛在路口，施工标定要出席的王世坚素无看人。今天早上我们财政委员会跟经济委员会是联席会议，而且强制动员。那所以，我当然是先在立法院这边比较要紧。强调顶礼拜就徛伫小巨蛋的路口，暗时也会参加用车会行的造势演讲，令人对外港心分进合击。啊那南上山迄边，民进党立委吴苏瑶带领5.1战队，目标就是国民党的立委齐卡心。尤其王宏威、徐巧芯，这个是恶中之恶的2席立委，我们要守护国会的民主，5.1战队绝对不缺席。拿出动5.1战队，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油门也拢大家底，车队扫街继续催出同意票。他一定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想，所以脱口而出要大罢免大成功。所以最后关键的时刻，拜托大家罢免王宏威，我们完成他的生日愿望。7月20日愈来愈晚，民进党也有未当思维压力，继续协助罢免团体催票。啊那投票的结果是安怎？落尾也是爱交予民意来决定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